本港最新失業率升至3.4%，高過市場預期。鄭雁雄話：喺世界亂象之下，國家同香港形勢好。發展旅遊熱點工作組公布推行9個旅遊項目，有舊城深度遊，亦都有行山遠足。各位詳細嘅新聞內容。本港最新失業率升至到3.4%，高過市場嘅預期。政府就話啦，本港唔同行業正係經歷轉型期，相關失業率嘅升降趨勢唔一樣。由趙嘉瑩報導。本港最新失業率意外上升，見超過2年高位，高於市場預期。政府統計處公布，今年2月至4月經季節性調整失業率較上一個期間升0.2個百分點至到3.4%，係超過2年以嚟最高。就業不足率亦都上升至1.3%，期內失業人數增加大約6600人至到129000人。按行業劃分，建造業失業率顯著上升0.7個百分點，當中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嘅失業率較上月公佈嘅數字升1.3個百分點至到7.9%，成為失業率最高嘅行業。本地零售持續疲弱，令到零售、住宿、膳食服務嘅就業情況繼續惡化，整體失業率升0.3個百分點，當中零售、餐飲服務失業率分別升0.2同0.4個百分點。分析認為未來失業率有進一步上升嘅壓力，不過無需對前景過於悲觀。港元個利率回落咗啦，咁其實大家個定存息低咗，可能都會刺激翻大家消費多翻少少啦。咁所以我睇嚟緊嗰個下半年可能嗰個經濟狀況咧，亦都未必係有大家想象咁差。咁啊，所以失業率嚟講，我覺得係有上升空間，但係唔係話非常之大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本港唔同嘅行業正係經歷緊轉型期，相關失業率升降趨勢不一，但係貿易摩擦近日有所緩和，內地經濟繼續增長，加上特區政府各項措施等，為勞工市場提供支持。佢又話，近期雖然有商鋪結業，但係同時有好多新店開業，相信新興需求同消費趨勢正係逐漸成形。加上本港近期舉辦多項盛事，訪港旅客數字顯著上升，為勞工市場帶嚟更多機會。Now TV 記者趙嘉瑩報導。喺活動上致辭話：喺世界亂象之下，香港同國家嘅形勢好啊！行政長官李家超就話：面對不確定性，香港要喺危機中揾機遇。高思文報導。李靜儀女士、全國政協主席梁振英、全國人大前常委譚耀宗等都有出席活動。鄭雁雄致辭嘅時候話：喺政府同埋社會各界嘅共同努力之下，香港已經從由亂到治，健步走向由治及興。又以廣東話形容香港嘅好形勢。世界立立亂，中國認真掂。東升好明顯，風水輪流轉，唔使囉囉攣，香港最安全。當此世界變亂交織的特殊時刻，我們最需要堅定的是對香港的信心，堅信外在不確定性和負面影響阻擋不了香港的由治及興，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任務依然繁重，還必須高度警惕。而李家超就話：面對保護主義同埋單邊主義抬頭，地緣政治衝突同埋安全風險增加，新嘅科技同埋產業變革加速突破，國際嘅秩序面臨重組。面對種種不確定性，香港更加要喺危機裏邊找機遇，喺變局裏邊求突破。喺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擁有內聯外通嘅優勢。香港會保持引以為傲嘅自由貿易經濟體地位，維持簡單透明公平嘅制度，繼續向世界開放，絕唔會因為外部嘅挑釁或者霸凌嘅行為而有所動搖。佢又強調，政府會全力強化治理體系，
培養本地人才，亦都會推進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發展，把握同內地優勢互補嘅機會。Now TV 記者高思文報導。發展旅遊熱點工作組公佈推行9個旅遊項目，除咗推動舊城深度遊，亦都涵蓋近年熱門嘅行山遠足，最快今年第2季起陸續推出。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就話：唔會就旅客量設硬指標，相信吸引更加多旅客嚟香港就可以帶動本港經濟。由黃詠芝報導。大家出席發展旅遊業。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率領多個局嘅代表舉行記者會，公佈9個旅遊熱點項目。近年旅客都中意深度遊，其中一個項目就係美化唔少電視劇同電影都會取景嘅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手電梯，吸引旅客嚟打卡，順便幫襯附近嘅食肆，帶動周邊嘅經濟。行山都係旅客近嚟嘅熱門活動。另一個項目係發展4山旅遊，即係太平山、鳳凰山、大帽山同埋西貢海，令到佢哋體驗獨特嘅自然景觀。其他嘅旅遊熱點包括推出維園市集、香港工業品牌旅遊、開放舊油麻地警署等等。其中7個項目今年年底前會推出，其他就喺出年舉行。卓永興話：當中8個項目涉及大約3000萬開支，但係就冇就旅客量設硬指標。被問到有內地客選擇窮遊，佢就話相信唔同項目都可以帶動佢哋嚟香港消費。你去到個地方，唔通你即係帶樽水去行一日，然後去翻你原本嚟出發個地方嘛？係嘛？咁自自然然，而家我哋譬如我哋會推動呢9個嘅項目咧，有啲你話我去譬如4山啊，我去行大帽山咁。咁其實你去完，你自然都會去睇下附近揾啲食肆都要食嘢嚇。咁其實附近咧，大家都知道咧，有好出名嘅一啲咁嘅茶室嚇喺大帽山腳。咁另外就近近地，你亦都可以去荃灣啊咁樣嚇，亦都有消費嘅地方。對於唔少旅客都係透過內地社交媒體發掘旅遊景點，點樣鼓勵佢哋跟隨政府嘅建議玩？卓永興認為兩者冇衝突。咁我覺得我哋要做嘅咧，唔係話你哋唔使睇嗰啲啦，你嚟睇我政府，你嚟睇我旅遊事務處，你嚟睇我呢個旅發局個網站都得㗎啦。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咧，就唔係咁樣，而係我哋都係要用好個社交媒體，亦都可以用好個小紅書，同埋旅發局亦都講過啦，佢哋會用好外地嘅網紅嚇，佢要邀請，其實佢年中邀請好多嚟香港，去幫我哋去拍片啊，咁去宣傳。卓永興話會檢視呢9個項目嘅進度係咪可以如期落地，期間會聽各方嘅意見，相信喺今屆政府任期入面會有其他項目推出。Now TV 記者黃詠芝報道。中大舉行第9任校長盧煜明嘅就職典禮啊！佢話現時地緣政治環境複雜，為中大帶嚟危同埋機，又話會協助學生合法地重建學生會。湯偉源報道。盧煜明今年1月履新，接替辭職嘅段崇智成為中大第9任校長。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I install you, Dennis Liu Yukming, as the 9th Vice Chancellor and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盧煜明喺就職典禮上喺中大校董會主席查日超手上接過中大條例專冊同埋校長鉗章。典禮後，盧煜明見記者，被問到佢上任前曾經提過會喺任內協助重建學生會，而家進度係點？佢話會協助合法咁建立學生會。我相信學生會係一個正常嘅學生喺大學裏邊呢，咁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啦。咁我哋係會全力資助幫助個學生會佢哋做嘅過程。咁但係當然佢哋喺成立呢個過程裏邊呢，係個合法咧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會俾佢一個advice 點樣係去完成呢個唔同嘅程序咯。盧煜明有提到，而家正係身處風雲變幻嘅時代，面對種種複雜又難以預測嘅環境衝擊，佢認為係有危有機。譬如話，如果你要買啲儀器，咁如果啲儀器呢係會唔會因為而家譬如話嗰啲關稅問題呢，係令到佢會比較難買啊，或者貴啲啊？又或者如果係有啲
係一啲先進嘅，譬如話晶片方面啊，會唔會又會比較難啲買到呢？可能令到我哋有機會咧，可以再吸納多一啲外邊嘅專才咯。至於中大內地教職員人數超越本地教職員，盧煜明認為應該着重教員喺邊度接受教育，而唔係邊度出世。中大好多教授喺內地出世之後接受西方教育，可以為中大帶嚟全球視野。佢唔認為會影響校園國際化。被問到上任校長段崇智冇出席就職典禮，盧煜明話：佢一直有同段崇智保持聯絡，但係段崇智因為身處國外，所以嚟唔到。Now TV 記者湯慧源報道。下一節翻嚟睇下其他消息。真係好大力㗎！哇，呢個好浪漫喎，呢度。喜酷卡自主分期想玩唔使等情牽，旅途米路上，今晚10點半 ViuTV。我屋企有個嚟自日本嘅賢內助，佢酷起上嚟可以靜到冇聲，但熱情起嚟隨時俾我溫暖嘅感覺。佢入得廚房，出得廳堂，每個角度都咁靚。佢仲識精打細算。你講緊我啊？我講緊係你最愛嘅30重工空調，佢就好似你一樣，俾到我最舒適嘅感覺。30重工，三菱重工。而家買機，仲有機會贏到雙人機票添。登記咗未啊？如果你合資格又未登記做選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記得喺6月2號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申請，先可以喺選舉中投票。用其他方式提交都得，記得俾埋住址證明同聯絡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資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詢信記得盡快回覆，都係6月2號截止，立即行動啦！靠山食山，探險當三餐。行極都去唔到個洞度，我個人頭先係氣緊雞皮嘅。其實係真係幾陰嘅，我 feel 到嗰個陰。我內心嗰個驚恐嘅情況，你唔可以用卡路里數去衡量。哇！呢度後呢度呢個位後面唔係有啲，真係聽到你哋後面嗰度有啲聲。寒氣太重，熱食暖身區方。我唔知道係咪因為我好肚餓，我覺得好食。你試啊！我試啊！你好好味嘅，你會令到件事。咁台面所有嘢都係好食。努力得嚟，志在食。星期日晚8點。將食物同埋書 combine 埋一齊，你話幾咁完美咧？完美咧就係盡量咧唔好去諗自己要下一步諗啲乜嘢。你覺得係咪需要我哋間歇性地數碼排毒？去完阿色嗰度攞嘢飲，再嚟我呢度攞嘢飲，究竟會攞幾多支咧？今天只做一件事，今晚7點半 ViuTV。翻嚟新聞時間。台灣新北星期一嘅嚴重車禍造成3死12人受傷啊！警方就話涉事司機事發前喺另一個路口倒後撞到其他車，之後高速駛到事發路段。目前要等佢清醒之後，先至能夠釐清係咪肇事逃逸。何以玲報導。車禍現場係喺一間中學附近，有中學生返學之前嚟到悼念離世嘅2個師妹，亦都有市民專程嚟獻花。路邊擺放咗鮮花、蠟燭同零食，有人寫字條致哀。學妹，然後我想說寫一下，然後希望他們好好去當個天使。好像有看過，就是到他們班上前面有看過他們。呢一次嚴重車禍導致人心惶惶，警方同校方派人指揮交通，確保學童安全。有家長唔放心，親自接送仔女。78歲私家車男司機星期一下晝喺三峽區國城街超速行駛，連環撞到多架單車同電單車，再衝紅燈闖入行人專用區，撞到多個家長同學生。造成2個學生同1個家長死亡，仲有12人受傷，包括同2個死者一齊放學嘅女同學。佢經搶救之後恢復生命跡象。警方話，肇事司機喺事發之前喺另一個路口等轉燈嘅時候越線，於是向後褪，撞到後面嘅車，之後再違規轉入當時正係因為放學時間而禁止車輛行駛嘅國城街，並且高速行駛。由於司機骨折昏迷，目前未知道事發嘅原因。
佢今年2月先至換高齡駕駛執照，有效期3年，令到今次車禍引發高齡駕駛爭議。專家建議，除咗做體檢，可以考慮增加模擬同實地駕駛測驗，全面評估嗰個長者係咪仲適合揸車。至於車禍現場附近每一日仍然有大批學生返學同放學，新北市交通局話為咗保障行人安全，會先設護欄，亦都會劃分行人優先區同埋設置減速措施等等，之後會再研究興建行人路等嘅方案。NowTV 記者何以玲報導。重慶今年頭4個月外貿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4.7%。當地嘅物流園區就話喺中美貿易戰之下，期望可以同更多國家以及地區貿易往來，助力中國產品面向海外。由陳樂圖喺重慶報導。裝滿貨櫃箱嘅火車出發，前往中亞5國同內地寧波等地。重慶鐵路集裝箱中心站位於沙坪壩國際物流樞紐園區，提供鐵路貨運、長站服務同物流服務。呢度每年集裝箱作業能力可以達到85萬箱，舊年就辦理咗70萬箱集裝箱，當中70%係出口去到外地。物流園區負責人話：中美貿易戰下，仍然期望可以同全球各個經濟體進行貿易往來，俾中國製造流通全世界。中國的製造是服務全世界的所有的老百姓的，說只要這經貿往來全世界暢通，我們是願意去向全世界的相關的國家國別去開展，提供相應的物流服務和貿易往來的。我們也積極的在與像東盟、歐盟和整個美洲地區在做一些相應的生意。同時呢，對香港而言，我們也開啟了相應的通過深圳的鹽田港，我們也開展跟香港的一系列的合作。而西部陸海新通道設喺同一個園區，利用鐵路、海運同公路等等嘅運輸方式，貨物向南經廣西、雲南等沿海沿邊口岸送達世界各地。舊年就覆蓋咗127個國家同埋地區，超過500個港口。而今年頭4個月，重慶外貿進出口總值超過2260億人民幣，同比增長4.7%，較內地平均增速高2.3個百分點。陸海新通道物流和運營組織中心話，未來嘅工作重點將會係推動建設數字陸海新通道，而重慶亦都會陸續構建智慧國際鐵路聯運、智慧跨境公路物流等等多個應用場景。NowTV 記者陳樂圖喺重慶報導。喺廣州南沙有唔少新人趁住520到婚姻登記處註冊結婚。駐大灣區記者劉善彤講下。從今天開始，我們相濡以沫，鍾愛一生。喺南沙民政局婚姻登記處，一對對新人註冊領證，準備踏入人生新階段。希望以後的紀念日都是這個日子吧。人生第一次，很奇妙，很開心，就水到渠成吧，也不年輕了。我98的，他95的，最好的年紀，遇見了合適的人就結婚了。雖然說每一天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好日子，但是520有一些特別的寓意，所以就選在了今天。我們兩個都是退伍軍人，雖然說卸下了肩章，但是沒有卸下責任，包括從今天開始領了這個證之後呢，也算是建立起了對家庭的責任吧。所以我希望我們兩個就是越來越好。婚姻登記處主任話，全日有191對新人結婚，比平日多咗超過30%。8個櫃台全部開放服務，亦都加派人手應付。基本上都係以初婚為主嘅，咁都可能因為即係可能有啲傳統嘅一啲思維啊，比如舊年可能係唔係好年啊嘛，咁啊今年係叫做雙春兼閏月，可能就今年會集中登記人會比較多啲咯。但係咧，我哋都鼓勵咧，就其實只要夫妻之間啊感情和睦，其實邊日都係好日子嚟嘅，唔一定要集中喺今日過嚟嘅。呢一度裝飾成小禮堂咁，俾新人可以體會中西合璧嘅領證儀式，記錄特別又幸福嘅一刻。NowTV 駐大灣區記者劉善彤報道。轉睇天氣方面，預測會係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聽朝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頭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嘅偏南風。
呢節新聞報導完，再會。